喺現今社會，獨立係一股強大嘅力量。當代女性面對期望同傳統觀念嘅挑戰，必須勇敢咁邁出一步。好多女性選擇依附於他人，但係忽略咗自我成長嘅價值。然而，生活嘅意義在於實現自我，成為自己命運嘅掌控者。首先，要認識到每個選擇嘅重要性。我哋嘅人生在於為自己嘅決定負責，設立清晰嘅目標，保持堅定嘅信心。藉由努力奮鬥，我哋可以打破依賴，實現真正嘅獨立。接下來，生活中嘅儀式感係唔可以忽略嘅。即使日常繁忙，都要揾自己嘅興趣，培養獨立生活嘅能力。咁樣，我哋就可以享受生活中嘅每一個瞬間。等我哋嚟睇下具體嘅行動措施。首先，思想嘅獨立係經濟同人格自由嘅基石。其次，發展個人興趣，例如閱讀及旅行，令生活變得豐富。接着，制定長短期嘅計劃，逐步實現更大嘅目標。學會賺取副收入，令美好嘅生活觸手可及。最後，建立屬於自己嘅社交圈，同優秀嘅人建立聯繫。保持穩定嘅心態至關重要。生活嘅挑戰磨練咗我哋嘅應對能力。真正關心我哋嘅人少之又少，我哋要珍惜佢哋，同時善待自己。此外，婚姻唔應該係妥協，生活更應該追求精緻。當我哋能夠獨立解決問題時，就唔會期待其他人分擔重任。獨立思考係關鍵，絕對唔可以俾外界影響自己嘅情緒。真正嘅安全感源於個人嘅獨立意識，而呢個需要堅定嘅信念同努力。喺日常生活中，學會同自己和解，勇敢做自己，去享受嗰啲簡單嘅幸福同滿足。最終，無論外在環境如何，獨立嘅底氣會令我哋散發光彩。勇敢追求心中渴望嘅生活，因為你值得擁有更好嘅未來。等我哋即刻行動，成為嗰個獨立而美好嘅自己啦！